嘿，精神兄弟，阿 D 嘅前減震，自從佢出咗個套餐，訂前減震送3星之後，今日2台車安排上車啊！咁呢一條咧就係、黑色，佢定製咗個金管，跟住係裝輻射碼，然之後咧裝呢隻極光卡鉗，大量有貨極光卡鉗。咁呢一台咧又係喺度做緊啦，呢台就格斯靈，格斯靈咧佢揀嘅係睇下是什麼顏色，睇是演管，佢係冇加錢仲停計嘅，呢、個都係裝輻射，都係裝輻射，佢係用嘅係銀色管，黑色嘅瓶身。咁啊，轉頭睇一睇佢上車出嚟嘅效果是怎麼樣？格斯靈嘅350 RD 已經裝咗成功，跟住咧輻射卡鉗係用水組碼，佢係5檔可調嘅呢條避震，5檔可調。咁啊，依家出去試試個路況，睇下呢條減震是否這麼的舒適。